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大的校长管中敏讲，建国高中大约有165个学生到国外去读大学，这个教育部的统计，才只有32个人，这个中间有真大的落差。不过不管如何，台湾的人才老白条这是事实，咱的政府要重视这个精神才好。校长告诉我，去年大概有将近15%选择到国外念大学，今年应该将近18%，这是个非常可怕的警讯。台大校长管中敏顶礼拜六主持校务会议，讲到建中出国读册人是165个人，引起讨论。建中的校长讲，去年是126个人，不过教育部却讲实际上是32个人才对。建中出国读册人出现3种的版本，是安怎会差这多？有120个人次，有不少是同一个学生录取了好几所学校，他在人次里面又重计算。教育部认为讲，建中提供126个人是一个人录取真济学校。管中敏讲的15%，165个人是申请人数不一定会去读。教育部嘛承认讲，出国读册人愈来愈多。课程跟活动比较多国际化的活动，所以学生当然会兴起了他想要去国外念书。我想这个原因可能来自于国外大学也是很努力的在这个招生。不管倒一个版本是对的，出国读册学生确实愈来愈多。面对国际竞争，台湾袂使无要无紧。